嘉義縣鹿草鄉的焚化爐呢，頂個月30迄天，這煙筒熊熊排出橋仔色的煙，互民眾看到是驚一跳。環保局有解釋講，這是咧燒司法機關扣落來的物品，因為這內底呢是有遊戲機台的偏光板，而且這偏光板內底也有化學元素碘，所以燒的時唔才會出現橋仔色的煙，監測落來是確認無空氣污染的記錄。焚化爐的煙筒一直清出紫色的煙霧，這是嘉義縣鹿草鄉的糞掃焚化廠。頂個月30中晝，去互民眾翕到煙筒清出紫色的煙，民眾真煩惱，在地網絡社群來發文，認為相關單位攏無通知，嘛唔知影這個紫色的煙敢有毒。就鹿草焚化爐30日上午發生排放此煙情形，那經檢視，主要是協助司法機關銷毀查扣物，裡面有一批一晶螢幕的偏光板。於燃燒過程中產生紫煙。環保局表示，因是受到司法單位的委託來處理一批計共有790公斤的查扣物，因為送來焚化爐的時陣物件都已經拍碎，所以唔知影內底詳細有啥物。不過事先有先確定無禁止燒的物件。確實有委託鹿草焚化爐銷毀查扣物品一批，其中確實含有電子遊戲機台等廢棄物，但最主要的還是海洛因、安非他命、凱他命、依托米酯等相關之毒品。那經檢視空污監測數據未有異常，後續本局在銷毀贓證物前會注意銷毀的物種及品項。環保局研判，廢棄物內底有遊戲機台，因無偏光板，這種板仔內底有碘，因為燒過了後才產生紫色的煙霧。環保局嘛有注意空氣監測的數字，無到危害的程度，且民眾無需要驚嚇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